先生、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要办什么业务呢？先生、小姐，欢迎好，请问特别乜嘅业务咧？先生、小姐，欢迎好，请问特别乜嘅业务咧？我们要申请地籍誊本，请问贵姓？毕姓张。我认头申请地籍誊本，请问贵姓？我上总。我认头申请地籍誊本，请问贵姓？我上总。张先生您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用途？钟先生很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用途？钟先生很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用途？我们要办理农保的生育给付申请。我应聘农保的生育给付申请。我应聘农保的生育给付申请。需要户籍誊本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。爱户籍誊本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。爱户籍誊本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。这边有2笔资料，需要申请哪个地段的誊本呢？二两笔资料，迄套申请你家地段的誊本嘞。二两笔资料，迄套申请你家地段的誊本嘞。你们是用哪一笔农业用地去参加农保？迄人係用呢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。迄人係用呢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。我们不太确定，请问是否可以2笔都一起申请？我已冇去考聽，請問敢會用2筆攏空下申請？我已冇去考聽，請問敢會用2筆攏空下申請？好的，2個都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您是所有權人嗎？好，兩家攏申請，請問鐘先生，迄係所有權人係無？好，兩家攏申請，請問鐘先生，迄係所有權人係無？我是所有权人，没错。我係所有權人冇唔錯，我係所有權人冇唔錯。請提供印章和身份證，我將資料登錄進去，請稍等。請提認住和身份證，我家資料登錄入去，請等下。請提認住和身份證，我家資料登錄入去，請等下。孩子多大啦？滿月咯。寫住幾胎啊？滿月啦！寫住幾胎啊？滿月啦！恭喜哦！這樣1張20元，總共40元，這是收據。恭喜，按1張20塊，攏總40塊，也係收據。恭喜，按1張20塊，攏總40塊，也係收據。謝謝，謝謝，請慢走。羅拉，羅拉，請寬行。羅拉。羅拉，請寬行。